苗栗县公馆乡是全台湾最大的凤爪专业生产区。6年前设得到凤爪王的邱俊明，今年又再个打头名。邱俊明本来是护理师，8年前伊就决定跟头都不用踢，回到家乡来种凤爪。伊伫医院看到太多因正食物问题带来的病痛，所以就讲到也爸爸啱头。就改用木头嘅方式来做，虽然遇到遇到困难，不过伊唔用踢，还可以得到最好嘅成果。由于放凤鱼霜，加个甜度，佮加个口感吼，这个脆度吼，食起来才系清度好，尤其是像你规粒的，像你规粒的凤诶，吼，也系清甜清好食的。 大多當嘅特風組，而條產下期喺度打眼，先個唔係特碟都熟到準準，冇法途中機器女渣，原口容易顧一碟女渣，為錢為股係接收為半年速度。哦，要安尼悠悠嘅嘅年齡嚟，嗰所雜架當容易比速度啊。啊，速度用嘅？速度啊，就轉去做用整體調出來。 經驗上用增加，不過水水也多，早期到嚟好雜嘅最近落水。後組頭要落雨嗬，落雨層以下，伊全部都變嘅，年數唔拉家下，唔來唔擦雜，就變到安尼快太面嘅，嗰所將安尼都冇用嘅，我哋一般都會變到天嚟好比技術做皮。客家鄉村內用摩托嘅方式來做，會克服嘅問題係哪多？會落葉的，這些都是有一些鏽病，對。 它也是我們有機資材幾乎都沒辦法去防治的，尤其是到後期潮濕悶熱的時候，它就會很容易出現這個。兩口鳳爪糞係邱俊明嘅阿爸邱順翠退休過後買嘅，本來邱俊明第二屆做護理師，因為想到阿爸到歲嚟照顧唔好。 下個強壯也係做護理師嘅半養做行業，為到我啱嘅空間，所以佢都決定攞醫生嘅條路表態，全部下做工作。其實剛開始表態，下尾當到人講，啲人去財關嘅，那有可能來做農業安尼做農師安尼。雖然考慮嚟到有狀決定，為攞已經做嚟10年嘅護理工作表態，不過心肝頭還係會驚。 一開始做嚟就同爸爸學習安尼吼，阿尾其實根本是你就因啲想講，做農嘅未來啲那片，因根本尋唔到方向。冇方向冇職業，係那唔是做個農事，不過邱俊明就全部下佢人做嘅改變，幾個阿爸本單種嘅方式。 因為我哋啲醫院上班，就去看過聽到安尼，因為食安問題吼引起嘅安尼疾病。嗰時候我哋做嚟家下，一開始前2年咧，看爸爸安尼做，希望我就想講，希望做得冇用農藥。家下吼，佢乜嘅農藥嘅就各方面咧嘅管制嘅就安尼吼，係冇安嚴。到後來經過農會開課嘅就安尼吼，也就去上課，佢講今後做無農藥。 好，安尼做栽種啊，好，結果大家都談啊。條下馬邱順翠冇馬展示佢嘅嚟個安樣做，就佢前2年冇寫咗個過後，平春會當離開。想做講，大家人做很用，做嘛好像鐵樹樣啊，安尼哈，鐵人工10分上當，而且作蟲啊。佢講安尼做都好好，唔做停啊，安尼做係做嘛伊唔係安尼。佢講唔先唔試看呢，佢講做唔先啊講無判應該唔會用嘅吧，係啊。佢講冇想到佢影響真係動態，心裡就會有挫折感安尼。三六少體心時上也從冇錢，邱俊明壓力動態，唔過佢還係繞口佢嘅阿爸，嗰本機仍然類似。 因為像一般有機佢就冇有啲轉型期，到第3年起就靠問題咧。嗰時候希望再慢慢地克服安尼病蟲害，但是要蟲害還係冇辦法，我哋就冇做安尼5點邊的安尼吼，下去田荒吼，樹立袂帶等的去捉蟲的。你下你做乜嘅啊？伊下啲個
汤油吼，像安尼有乌特的，啊，像安尼有可能做一份过瘾调度的油嘛，安尼下摆洗起来叫做安尼有。检晒检讨前菜要脱剔贵渣，不过味道品质还係會挑剔。米油特別基本過癮調度，將來家下佢人迄貴料要好好，還蠻看得出來，佢有嘅呢調度嘅幾隻食，但是有得到天2年、天3年，好佢將開始安尼慢慢的安尼面口來，好啊面口來家下嘅數年的迄啲都注意重嘅。然後讓他去。標準嚟講，比起用機器配嘅，熱頭世界處係下鄉。你曬出來嘅風做觀察會香，佢說安尼曬浸曬差唔多7年到10年嘅時間。當然7、8月提出計下，也係許多人最無限嘅世界，幾乎日都會停做。別咧，快啲咧，從嘅色高嘅，全部都係先脫剔，脫剔過後，人嘅愛包裝前要再脫解多，係脫解多可能要嘅 loss 掉嘅嘛。但普渡嘅托是產地，上來就幾多好托，幾多好賣，也因為愛用嘅製品質，許多上界風做乾，唔過本份能吸收，自家用量落嚟賣，冇做係幾多時時擺攤呢，直接面對迎客。平常我哋客戶都固定嘅客戶，係有嘅 FB 當個問，個有的人客會自家潛來。啊，人客就問講。好，人風做有噴農藥嘛？拄好幾隻同我哋買風做慣嘅，幾隻拿去黏嘅吼，加幾隻摸嘅，就拄好啲嘅，佢就講哦冇，佢哋保證冇噴農藥，因為我頭嘅拿去黏過嘅，跟住我爸爸就去到後背，啊，佢就躺到去嘅，佢就洗一下，啊，但是看到佢幾隻洗用嘅，就是講，那是一種肯定的笑容。健體標準美心罐頭取到家東食甜，也很難健體自家嘅腳譜。南北也很少會結合傳統教育，老部分農業生產結合有限，為很多東西是自己到染度來延續風俗，也雙困難，連冇人貴早就計甘甜滋味。